表妹，好久不见，我好想你啊！锦溪，乖乖听话，不然就见不到妈了。好妹妹，连我都认不出来。贺锦溪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这不刚回来就来接你。那妈妈呢？妈妈在哪儿？她治好了没有？妈妈不就那样吗？治也治不好，死也死不掉。你不用操心了，我都安排好了。你的意思是说妈妈还没有治好？那你把她安顿在哪儿了？我要现在就看她。别一口一个妈妈的，我也刚回来啊，你怎么不关心一下我？我当然要关心妈妈了。当初就是因为你告诉我可以把妈妈治好，我才答应你把她带走的，不然我不会替你家庭顾家的。你现在这个脸变成这样，我们还怎么身份互换？你该不会让我跟顾家人说我要去整容吧？苏妍希，不要那么着急，我没有这么说过呀。我现在要名正言顺的用我现在这张脸夺回顾西城。那你要怎么做？当然需要你配合我。我们当时明明已经说好了，只要你回来，我们的互换就结束了。你现在这样怎么回顾家，跟我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告诉我，妈妈在哪儿？怎么会没有关系呢？如果你不帮我，你就见不到妈妈。贺锦溪，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现在妈妈的病没治好不说，你还不让我见她妈妈，拿妈妈威胁我，你有没有良心？我怎么没有良心了？我刚才说的已经很清楚了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就让你见妈妈。说吧，你要让我怎么做？小马好不好玩呢？哇呀，亲哥哥一下！哎呀，来！哇哦，玩去吧！啊，赏心任务。怎么了？你变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变了？以前你游戏人间，现在清心寡欲。哎，哥儿几个发现没有？自从娶了小嫂子以后，他再也不跟我们一块玩了。就算好不容易出来玩一次，也从来不带妞啊。怎么着？我们这几个人里边有猛力一个好男人就够了，不需要再多一个了。不是哥，我那不是没钱吗？我要是有钱，那我也想天天做新郎啊。哟，猛力你好坏哟！我们这几个里边，也就顾少爷一个好男人了。哎呀，年纪也不小了，不能再这么玩了。既然结了婚，就对他好一点吧。听的意思是认真了？我突然觉得世事无常，要对身边的人好一点。我感觉我应该是找到真爱了。真爱？不是吧？真爱啊！真爱这个词儿能从你嘴里边出来呀？那我问你，小嫂子爱你吗？我会让她爱我的。你一定要这么做吗？只要顾西城喜欢上我，你就可以功成身退了。你的任务就是尽量给我们制造机会。怎么样？是不是特别简单？你这个表情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愿意，还是说你已经喜欢上顾西城了？怎么可能？那最好。你别忘了，顾西城他是我的男人，你只是我的替身。好了，那就这么决定吧，回去准备准备。
哟，怎么是你呀？我看奶奶在工作，怕您口渴，给您倒杯茶。有事啊？嗯，我是有点事想跟奶奶商量商量。啊，坐吧。什么事儿啊？是这样的，奶奶，我有一位表姐，之前一直在国外读书，现在已经毕业了呢，准备回来找工作，暂时还没找到地方住，所以我想，能不能让她来家里和我住一段时间啊？你表姐？如果您要是觉得不方便，就算了，没关系的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既然是你的亲戚，那也是我们顾家的亲戚啊。反正家里啊地方大，房子也多，你让她过来住吧。您同意啦？同意了呀。你表姐什么时候来啊？就这2天的机票吧。那好，我让露露啊把房间打扫一下。哼，你那么好，你的表姐啊也一定会不错的。谢谢奶奶。Don't save your kisses, just pass them around. You'll find my reason is logically sound. Who's gonna know that you passed them around?苏妍希啊，苏妍希，他可是贺锦熙的男人。贺锦熙已经回来了，你要离开了，千万不能动心。可是，为什么一想到自己要离开，就觉得舍不得呢？我喂，我在去顾家的路上了，你准备一下吧，拜拜。贺锦熙终于回来了，我离开的时间到了。表妹，好久不见，我好想你啊！锦熙，乖乖听话，不然就见不到妈了。奶奶，这位就是我表姐苏妍希。哦，表姐，这位就是这一定是顾奶奶吧？哎，对对对，顾奶奶，我在国外的杂志上经常看到你的报道，说你是一位特别优雅、高贵、有能力的女强人。奶奶，你知道吗？你是我的偶像，我今天见到自己的偶像了，我好高兴啊！哎呦，谢谢谢谢。我听锦溪说你刚从国外回来，
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住处，那就住在我们家吧。等你什么时候找到工作了，再搬出去。那谢谢奶奶，奶奶这段时间可能要麻烦您了。哎呦，谈不上麻烦。啊，这一定是妹夫吧？你好，我是苏妍希，以后多多关照。你好，都是一家人，不用客气。老方啊，哎把苏小姐的行李啊搬到她房间里去，顺便啊给她送些茶点去。是。表妹，你看你可不可以把我的房间和你的房间挨得近一点，这样方便我们聊天啊？你放心吧，我都已经安排好了。你今天才下飞机，先好好休息吧。哦，那奶奶，我们先上去休息了。哎，去吧去吧。妹夫，一会儿见。走吧。少夫人、苏小姐，我先下去了，有事请吩咐。谢谢方叔，方叔你忙。好。顾家果然是大户人家，连客房做的这么精致，不知道主人房是什么样子。哎，对了，表妹，你怎么都没谢谢我呢？要不是我，你怎么能住上这样的房子？要不是我，你怎么能过上这么有钱人的生活呀？我并没有觉得这种生活有多么的好，我也没兴趣。你现在已经住进顾家了，可以把妈妈还给我了吧？苏妍希，你不要在我面前口是心非了。只要你离开顾西城，你就获得自由了，你就可以离开顾家。那你总能让我先见见妈妈吧？我都说了很多遍了，妈妈没事儿，你放心。哎，对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你都在外面逛逛，少在家里待着，你懂的。那我先出去了，你休息吧。哎，等一下，您还有什么事儿啊？把我的包还给我。慢走不送了。苏小姐可是锦溪的表姐，你对人家一定要客气一点啊！奶奶，您放心吧。看在锦溪的面子上，我也会对她客气点的。嗯，我听锦溪说，她表姐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，也不知道学的是什么专业。如果有可能的话，你看看，咱们是不是帮帮她呀？在公司里面，给她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。奶奶，要是她有能力的话，我相信她在哪儿都能找到工作。要是她没有能力，咱们公司也不是养闲人的地方，还是再看看吧。嗯，你说的也有道理，那就先看看再说吧。顾家呀，顾家，我贺锦溪终于回来了。下一个目标就是你顾西城了。